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恭讀聖馬竇福音，那時候，耶穌即起空前就上了山，坐落。他的門徒來到他嘴，他於是開嘴教訓他們說：生病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安慰；溫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；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得到飽餓；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憐憫；心內潔淨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團結天主；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成為天主的子女；為義接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這些人為了我就辱罵迫害你們，捏造臆測敗壞毀謗你們，你們是有福的。你們歡喜榮耀吧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富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們讚美了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咱今日所聽到嘅福音呢，就是耶穌主開始傳教嘅時候，馬竇帶伊上山頂去甲因人空前做舞講道理。了伊這個道理第一句呢，佇呾佇個呢，就是呾心內貧窮嘅人、生病嘅人是有福嘅。咱在路加福音也有寫這個征服嘅道理，但是呢，路加伊是特別呾貧窮嘅人是有福嘅。馬竇呢，伊哋加了一句嘅，呾生病，就是生這個字。那麼這個貧窮嘅人對因人猶太嘅領袖來講是真重要嘅這個思想。就說貧窮嘅人呢，就是到世俗嘅物件無地界嘅，因人嘅生活是真艱大嘅。既然因人家己無什麼物件，因人嘅希望到底個？因人嘅希望呢，就是幫到天主成就。了馬竇伊特別加了這個字呾，到真正做嘅貧窮嘅人是有福嘅。伊做你愛打這句話咧，因為是這個人若是伊什麼解都無嘅時候咧，若是伊是有聖德嘅人，伊會相信天主，依賴天主。但是無論貧窮本身咧，無一定是有做些個態度甲精神嘅。因為有個人伊無嘅時候咧，伊就定定想愛富，了伊就會得拍槍啦，做壞事啦，若無就聽即時愛跋筊啦，用這些個方法咧會致富。但是有做些精神嘅人咧，伊個態度都無變樣。伊若是富有嘅時候咧，伊袂驕傲，伊袂曉得我家己所有嘅物件攏都是我強，我家己得到嘅，我會做工，我真強，還是我嘅爸母留予我嘅。了因為伊家己有財富，了伊就曉得我無需要天主我靠自己就好了。所以因為伊富有時呢，伊就會驕傲自私。了伊曉得
伊所有嘅呢是愛家己用嘅，無需要愛幫助去到靠人，因為伊無真正對這個財富有正確嘅態度。但是這個富人有成品嘅精神，伊會明白理解，伊會明白到去到財富呢是天主對伊嘅恩賜，伊不應當就是將這串物件掠緊緊賣放，所以這串物件攏攏是伊家己搞家己搶得嘅，對天主無夠感恩嘅心，了對身邊嘅人、靠人呢無慈悲心，愛相互伊人幫助伊人。但是有成品嘅精神呢，伊就會幫會落，需要開嘅時候伊會開，需要幫助嘅時候伊會幫助。了伊時時刻刻心內會想到天主對伊好，天主對伊嘅恩賜，所以呢，伊也應該對身邊嘅人好。若是這個人伊無什麼財富，伊是靠人，你做你咩？伊就會信賴天主，相信到天主雖然最終伊個環境無好，但是天主甲伊同在，天主保佑伊，天主會照顧伊個需要。安尼打了伊就甘願即使人貧窮，賣進步嗎？毋是就是打伊若是會進步嘅時候，伊就應該進步。尤其是對伊個女囝，將來個女囝，最陣個社會上切要嘅就是女囝愛讀書，愛有學問。安尼女囝最陣爸母雖然個環境無好，要希望呢女囝因為好好讀書也是好好來做工做事，伊個生活會改善。會進步，了對家己對家庭，了後擺咧結婚嘅時候咧，會得過祝福嘅這個生活。但是上重要嘅是，咱個心情，咱個態度，咱個心情態度若是無好，咱若是富人，咱就是驕傲，咱就是自私；咱若是巧咧，咱就是小愛應付。正當嘅方法和地步，愛搶愛騙愛理解，但是咱若是正確嘅態度，富人咱就會明白，咱是天主嘅管家，所以咱要好好響應天主所恩賜嘅，尤其是幫助基督教人。咱家己若是這種環境無好，無資財，咱也袂忘記。咱努力，咱係進步，但是咧，咱個心是平安嘅，快樂嘅，因為咱在天主甲咱同在，天主幫助咱，天主提拔咱，天主會照顧咱，所以咱嚟做世界精神，咱加油人呢，就變真正做耶穌主嘅門徒，對耶穌主行伊福音嘅道路。感謝大家，無從恁個天主降予你們，應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